JB 教你如何1秒鐘吸引日本妹。話說有日去食甜品放題，因為間嘢有好多唔同 set，根據你個 set 有唔同貼紙，店員話要貼喺當眼處。喂大佬啊，你講我咁樣，咁我咪貼喺個額頭度，一瞬間就成為全場焦點，仲差啲整喊隔離台啲日本妹，佢哋笑到喊。就係咁黐住張貼紙食咗90分鐘。我諗睇緊呢條片嘅人應該都集中唔到。強調多次，呢間係甜品放題，除咗甜品之外，仲有好多其他嘢食，全部任食，雪糕任食，最高級嗰個 set 仲可以無限食生果。中咗日本小姐姐服，咁呢度環境都幾舒服。2個人食到飽得3800 yen， 食完終於可以搣咗佢，黐到勁實，白咗一笪啊大佬，唔係講笑，真係堅痛。咁就想腳睇好西嘅科唔讚好 ，share 埋俾朋友，試過朋友可以留言話我知你點睇。Sweet Paradise，下次再見。